伫咧桃园杨梅这陆军109旅一名义务役的阿兵哥去到基地受训，昨早起伫咧新竹湖口基地便所开枪。陆军团初步调查发现讲，这个阿兵哥是伫咧靶场捡到这训练专用无枪指头的枪支，伊无照规矩来家交出去。落尾是等摕到枪了后，甲这粒这无枪指头的枪支偷偷装入去内面进行刺杀行为。这阵的代志呢，也要来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，而且这阿兵哥遐尼耍性的行为，有专家是认为讲，就爱处罚更个改进。公布强化部队战略，今年期的义务役今年开始各项训练受到关注。头一批阿兵哥9月就落基地受训，即马刷标出军纪案件。桃园杨梅陆军109旅一位义务役胜利的新兵，这时传出伫陆军新竹湖口的基地便所开枪，枪声一响，惊动营区。枪支的部分是他随身携带，这是没有问题的。那弹的部分呢，它是大概捡到一个训练用的一个空包弹。那大概在厕所的时间呢，就这样就往左下方这样子来做一个射击的一个动作。单位干部闻声后，随即主动查无人员伤损。初步了解，弹药为空包弹，该源自述日前于靶场内捡拾取得，未依规定缴回。顾立雄表示，因为是战化训练，拢会配发步枪，要求风险的控管降到上低程度。不过，外界关注枪支是倒位来的。陆军团成立专案小组，初步调查出来，有人讲，进前是伫湖口营区北测中心靶场射击训练，捡到训练用的空包弹，无按照规定交转来，测试操课进前领到配发的步枪，因为复现就到便所盗枪支开枪。陆军团坦白讲，遗留枪支是有疏失，会看调查结果，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。各单位呢，它都其实有一个容许值啊，就是说你大概呢有几枚找不到哦，这个是合理的，因为其实说真的，靶场很大哈，而且子弹哦就击发之后，它真的乱飞的。士兵讲的，他是在靶场哦捡到哈这个没有士官没有察觉到的弹头或子弹。这样来讲，反正是他的罪行会更加重，因为表示他是有预谋的嘛。针对菜鸟开枪案件，国军互批评讲放又搁无顶真，也反映新兵的训练纪律无够，弹药管制出现问题。但国民认为讲国军比较美军的训练，枪无离开身躯边，说好有人摕到属于管制品的枪支，违反偷占军品，严重使用枪，强加互国军下民主，爱严格检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